记到你前3公里前到，再冲，3冲，滚荡冲，再冲，3冲。减铁完成准备前到，冲，滚荡冲。一直给咱各位首相、各位前辈在这，大家晚安。开始晚安。8年来第一届，咱讲今年班，当然过去，咱谢老师吼，伫咱科学讲10几年啦吼，过去咱这种事邀请咱谢老师这个主编，20几年来回忆，会使甲讲，咱这讲书谢老师非常的用心，甲咱在会来教育。当然，这点的分啦吼，我相信咱都是大家铭记在心吼。那当然，因为已经咱讲伊的成绩已经很进，当然咱老师这个年啦吼，基本上来讲起来，学习这是一个高角度各方面啦吼，今日咱面临讲叫咱同学来甲咱讲伊做一个结合啦吼，基本上来讲起来，咱同学是安尼啦，我是真努力啦。论文再兼着内容啦，啦，所以呢，变成讲做些工课，平时拢很淡薄啦吼。所以头一班，咱就请助理来吼。我甲助理讲吼，因为我若做天来你来啦吼，助理就嫌伊，叫老师你来咱助理是强啦，教到我都安尼啦，咱助理嘛，咱是嫌伊啦吼。头一班咱我包括。咱来结合，咱助理，来甲咱助理啦吼。未来，我估计当中，拢助理会来，咱看到毕业，咱就安尼做结合。那因为咱同学的教课方式，谢老师那个考试现象，因为谢老师的功课，可能伊这个本文，但是当中呢，因为本文的内底当中。伊把本文的条论，这引出来做解释。比如时来顺序可能消修规起数，当然伊这个物件